你看你这个样像个喝醉酒的人。你不会出汗吗？就是每次都下一身汗。他想出汗会给他泄污，咋我的代课？刚刚在 VCR 里说你现在是跟。这咋害怕你也不能动啊。你转过来。我想问一下你是真害怕还是假还是真傻？他没打过针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哎呀，你别看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啥去了？不是你把我搞得我满头都是汗，你把头转过去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呀。就是头转过去。你别看。你别看。你把头转过去，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呀。别把自己给紧张了。快点嘛！快点！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危险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！孔真。哎呦！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。你要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稍等会，我自己控制着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你不要演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喂，你慢点。哎呦！还没打呢。哎呦喂！别打那时间，我知道，哎呦！哎呦！你千万不要跑！我的娘哎！你把他肩膀这儿扶住吧。哎呦！别动呀！哎呀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！你手别再抓他了，他消完毒了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我的娘！别好意思。你别看行不？哎呦，我怕。不，真的进针不疼。好。哎呀！进针不疼。哎呀！哎呦，你坐这我来，快点！哎呦，我最烦了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在这边。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1、3、5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3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做放疗了吧。咋办呢？马上做，马上大夫来带你做放疗了，马上4点了。哎呦！因为，哎呦，压力烦的。哎呦，你这样了。我走了。哎呦，我的呀！你手再不抓了，你手再这样我没办法弄。哎呀！